一世人的路不免相送。搁可能的风云无畏阮永远如梦。春天在阮的心房，人生世，也是梦未来。阮的过去若是不堪回忆，你敢会了解？所心事，也是所未来。阮的幸福希望实在秘密，不愿提起，不愿身边阮的幸福春天何时会来？付出爱，阮等待。这是潘丽丽唱的《心事》吼。歹势我电脑足慢的，我 mouse 刷一个伊就定一个吼。这条歌我若有一阵仔时间啊吼，第一道听就是伫个迄个大爱吼，大爱电视台听到的吼，伫一出戏的即个主题曲。潘丽丽伫个我读大学的时阵吼，伊出迄当阵，敢若是乌名岛工作室出的迄个专辑内底，听到伊的歌吼，哇，迄个真正是，外语叫做惊为天人吼，我台语我毋知要安怎形容吼。好，你若有兴趣，你再去即条歌，可能我毋知影伊有出专辑无？你 YouTube 找会到吼，你若有兴趣，再去摕出来听。好，咱继续来看。咱遮生日是1633年3月10日，咱电话其实这看无了，咱甲看了。1633年3月10日，上色上有缘包我是昨昏坐快艇遣盼号对西那沿海转来到台湾吼。感谢上帝，伊转来了后，就按照伊的委任书吼，将台湾的政府甲所属的一切，我中人个吼，先甲头煞。照伊的委任书，将台湾的政府甲其所属的一切，拢完全正式来委交尼古拉斯·库库巴卡阁下，命令伊以议长甲馆长的名义，指挥台湾的政府甲其所属的一切，并且举行例行的庆祝大会吼，这是上色上有缘，可能交接啦吼。即个委任书伊后壁有即个用即个叫做挂符吼，华语叫挂符，台语我袂晓讲吼。包起来这一段话，咱来看吼。先由长官普特曼斯委任伊，委任即个上色上有缘嘛吼。伫个普特曼斯出航前往 Java 以后。因为该长官阁下已经任期届满，就是普特曼斯嘛，伊任期已经到啊吼。之前咱就有读到讲伊任期到，所以要转去印尼吼。经过该长官请求，转由快艇 Catwick 号、Ghost 号甲 Campan 号的现有的议员委任伊，因为时间甲处境的关系，迄寡议员无法度亲身来到此地，所以遵照总督阁下决定的命令来委任伊。我嘛毋知你写啥，好，咱继续看落吼。后一天，1633年3月11日，一逝尔，有北方用客船淡水号转来到
岸边停泊，即、个停泊吼，或者是靠岸吼，船只靠岸吼，即华语的讲法吼。台语到底要安怎讲吼？其实我一直毋知要到底是因为我毋是伫咧海边仔大汉的吼，对即种船的物件，或者是像涨潮退潮吼，这台语到底实际上是安怎讲？我真正是毋知。我打算要写一张批问一下潘老师，然后潘科员看因知影无？歹势咯，潘老师毋捌我啦，但是面批甲教甲问看觅啦。好，我来问着再甲各位，因为咱伫咧读即个日兰遮写日记的时阵，即个词，即两个词吼，停泊靠岸吼，停泊靠岸啊，涨潮退潮，即定定拄着吼。袂晓读，或者是我家己安尼黑白读，实在是无好啦吼。咱再问看内行的专家吼，或者是住伫海边仔知，甲咱讲，嘿是，请讲。有声吗？有听着。哦，有一个歌词内底有泡花哦，是不是这样？泡花还是泡花？念错。我知影嘿是爆花嘿对。泡花对。迄是啥物？迄啥物人歌我都袂记，敢若是很久以前的歌。我知影一条歌嘿。我有一次有几盖查那个黄小琥，嘿是，然后一路查到一个什么美丽的。对，就是伊唱的嘿。迄条歌我嘛足喜欢的，但是嘿，伊是个啥物爆花啦，我记得伊是头说唱做爆花，对爆花。嘿，但是我无确定安尼讲法是对啊毋对吼。即马流行歌曲的用词吼，我着爱较保守的吼。有时我感觉有些黑白念，或者是黑白用吼，足多吼。好，所以爱去查，比如讲较早有汉语老师学过，或者是你在地人，当然你在地人的讲法，当然嘛是会使学啦吼。但我着无熟悉伫咧海边的吼。好，咱继续看3月12日。迄个敢若叫姓江的，看江美丽吼。对。嘿，一条歌足好听，我一时也袂记。咱另日出一下时间来唱歌吼。明明在那个。啊对。你只是不会准，这拢是小三之歌啦吼。嘿啊，岁月歌啦，两条足有名的岁月歌，这其中一条吼。好来，3月12日，小三之歌，咱另日再来唱吼。好，3月12日，相反吼，泊伫港外吼，停歇伫港外的快艇啦吼，牵板号驶入来停伫咧商馆头前，即台湾商馆吼。伫咧上述议长尼古拉斯库库巴卡阁下所如上所述，由上述巴瓦斯阁下伫咧船长授权予伊的时阵，接受航海人员忠贞不渝的宣誓。即个儒我是家己学袂读的，查看觅啊吼。忠贞不渝，因为宋楚瑜嘛是安尼读啦，所以照读啦吼。甘字典。是头做儒吼，儒我记安尼看了才想着讲，敢若较早捌读过吼，水变儒叫做儒。哦，所以忠贞不渝嘛吼，不渝就是袂变儒去啊吼。哦，除了变儒，佫有变换啦吼，变歹吼，所以忠贞不渝就是袂变换嘛吼。哦，接受航海人员忠贞不渝的宣誓吼，对即个议长。所以即个议长应该是伫算地位诚悬吼，因为迄个长官普特曼斯定定讲，伊含议会决议哦，所以
真明显是伫迄当阵伫个即个台湾荷兰时代，因就是迄种算咱即马所讲的迄种即种两权的即个分立啦吼，行政权甲即个即个咱讲立法权吼，分立吼，因的运作的方式啦，毋是独裁吼。定定拢爱含，所以你若看因决议拢是顶寡搁较含议会决议吼。西方对希腊时代吼，2000多年前都有即种运作的即种习惯、即种文化吼。迄希腊其实是看袂到即个西方的即种车马灯啊，绝对看袂到的吼。就算咱台湾即马即种做法，其实嘛是个。讲起来佫插一开啦吼。好，另一再讲3月14，歹势3月13。广告一下吼，其实我逐礼拜早起，即个差8点半、8点时拢会开一个房来讲迄个台湾国族意识的即个起造吼。我今日嘛有开啦，但是我今日时间的关系，我足晚才开，差10点半时才开吼。有兴趣再来听，当时来讨论啦，毋是干那听尔吼。3月13，好天有微风对南方吹来。要暗嘛有3只容克船伫个港外出现，是对南方要航往北方的。根据几个住伫个厝地的新仔人含几个对打到附近做即个三板是真正有查过，但是佫袂记吼。走来即个新仔人所甲阮讲吼，即寡用客船是被一个叫做好事以及其共党所夺去的，因是新仔船的老大。即寡用客船是伫个顶一摆的南方季节后期对暹罗要前往日本的时阵。该当另外一只用客船来到厝地去互夺去的，去互拄则讲迄个 hostage 所夺去。有一只对台湾要前往闽港的6、7工前，伊伫个迄只船顶做乘客，伫个出港的时阵去互夺去。伊倒出来了后，有另外2只是伫个打狗附近去互夺去。歹势，我读到遮实在原来毋知你讲啥吼。因拍算要用即寡船，船顶有40个人，5、6区日本枪，有5顶着船顶有5、6支日本枪，一寡毛甲布啦吼。宝刀，我查一下这词吼，一个是矛，或者是矛吼，拢会使吼，偏音无偏音拢会使。另外一个是宝刀啦吼，我知影这是读做宝啦吼，斧头叫做宝头啦吼，所以应该是宝刀。歹势，我寻毋着所在去。这白话音读做宝吼，或者是斧可能是读字音啦吼。宝刀、宝头吼。因拍我即句佫定来读吼。因拍算要用即寡船顶有40个人，5、6支日本枪，一寡矛甲一寡宝刀吼，伺机抢劫。就等待机会抢劫吼，对
此地装备要往望港二林马吉林，这毋知啥物所在吼？马吉林社吼，马吉林社会出口写吼。要前往望港二林、马吉林或者是其他地方，要去收买落坡的上客船吼，去甲因抢。听到即寡消息了后，议长阁下含议会来决定要，所以即嘛无长官决定吼，长官已经转去印尼啊吼，所以议长诚重要吼。迄个行政部门大头家无伫的议长代替吼。含议会来决议讲，要派遣快艇牵盘号的船长 Klaus Jensen 率领2只上客船，每一只配备12个荷兰人。一个若准备好，就要出航前往望港，直到马吉林。毋是，这毋是马吉林，对，相反是马吉林。全力要去攻击台埔上述海盗吼，所以荷兰人是有咧做代志啦吼，有咧掠海贼啦吼。好，咱继续看3月14。透早，上述2只洋客船扬帆出航，但是因为强烈的北风吼，又随转来港内吼。下晡有1只洋客船对望港，1只对西那来到台湾，载有盐甲载米。3月15日，无特别的事。今仔日，议长阁下含议会决议，关系到要派遣通信船去 Java 的代志，因为顶个月25日对日本来的便船沃芒号，伫咧本个月8日带批离开此地了后，拢无特别值得报告的代志来发生，将要暂时搁置吼。暂时放下啦吼，就是关系要派遣通信船去 Java， 但是暂时先放下吼，先放一边吼。除非对西那或者是日本收到迄只便船已经送去的消息以外的消息吼，就是除了佫有进一步的消息啦吼，并且决议讲，快艇开曼号一旦落货完毕，会当出航，就要接客。该动洋客船打到号含淡水号去片湖，无论该队的官员愿意还是无愿意吼，拢要去庙园遐停泊，来确实整备装修，并且载运石头转来此地。又搁决议讲，病院的院长 Peter Healy 因为各种原因以及伊家己的恳切请求，要去新港传扬基督教，乃以临时试办的性质，伫咧船只对巴达维亚抵达此地进前，任用伊去传教，并且予伊带家眷去遐徛起吼，去遐住。或者有一个诚趣味的消息吼，就是伊病的院长吼，一个医生啦吼，家己请求吼，家己恳切来请求，讲要去新港吼，要去遐宣教吼。新港就是即摆叫啥？早猜袂记。新港社，敢是神话？
新市啦吼，台南新市，歹势毋是县话新市吼，读过拢袂记啊，记伫歹。所以遮一条消息吼，诚趣味，小记者吼，即个医生吼 ，Peter Healy， 各种原因吼，原因无写，因为各种原因吼，所以家己恳切请求要去新港遐，要去遐传教。所以但是毋是你讲要去就去吼，所以议会决议讲好，答应要互去吼。伫咧船只对巴达维亚抵达此地以前，要任用伊去传教吼。有可能是即当阵可能牧师可能原来倒进前迄个长官转去印尼的款，可能啦，我咧想吼。伊毋是家己一个人去尔吼，伊甲规家拢带去吼，因意思就是伊至少因某啦吼，囝儿是有囝儿也无我毋知吼，至少因某是含伊斗转去吼。咱以后就会读着啦吼。其实印尼荷兰人因离开时阵，其实有一寡查某囡仔是留落来吼，因为某种原因吼，咱以后会读着。所以讲台湾人。台南遐有荷兰人的血统，这是有可能的啦吼，毋是胡白讲吼。3月16日无特别的事，今仔日下暗得悉吼，下暗的时阵知影讲，上述海贼伫个网港抢夺一只对烈士来的容克船，船顶的人盗去烧拢，对陆路来到台湾。有南方。3月17日，为什么？3月17日透早，船长 Claes Jensen 和驻军的蒋旗官，抓大旗的啦吼，蒋旗官遵照本个月13日的决议。国率领一只载有12个荷兰人的容克船出航前往网港，要去攻击逮捕上述的海盗，要去掠海贼吼。伫网港吼，网港知影伫倒位无？我印象中敢若是伫咧嘉义，毋知啥物港吼。我 Google 一下吼，歹势我电脑就慢的，毋知是电脑慢还是网络慢吼。找一个网港找遮久。为伫嘉义县布袋镇和台南北门一带吼，布袋港遐啦吼。叫网港，好，咱继续看3月18。3月18日有2只容克船出航，一只前往网港，一只前往打狗。我今仔日我网络敢若小可有问题。3月19、20、21日无特别的事。你着人过，莫加写一篇嘛，我网络遮慢。好，3月22，有3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城仔，要暗仔船长 Claes Jensen 对北方转来，同齐带来一只容克船吼。迄是伊伫咧网港和二林中间追捕海贼的时阵逮捕的船吼，因为看见迄只船内底有2-3箱旧的西班牙的衫裤，有几包为着西班牙上漂的面粉，
要对贵人吉隆马尼拉以及其他类似的状况，所以甲伊逮捕。西班牙人伫迄当阵伫贵人遐嘛吼。3月23。3月23就比较长啊，吼，咱来看。有一只容客船对希腊来，载有精美的灰仔啦吼，但是大部分是真粗的粗灰吼，含其他的细项物件。即只船有载2张批对厦门寄来，一张是官员，就是一官歹势吼，另外一张是基老爷寄来，看下注口写。是西罗亚啦吼，西罗亚，但是毋知啥物人吼。所以2张批，一张是一官寄来，一张是西罗亚寄来吼。批内底讲 La Paz 是啥啊？指朝廷的礼部，礼部写 La Paz。批里讲礼部就是国王的幕僚吼。因决定讲，每一年要批准8只容客船完全自由来载运各种商品去台湾交易。迄寡幕僚，并且授权予厦门的游击发行通行证。游击是官名啦吼，但是相对公司必须爱承诺，就是公司必须爱答应讲，以后任何时阵拢袂派荷兰船来西南沿海来到中国沿海。如此，就是你莫派船来阮一年会派8只船去台湾含你做生意。如此，就会将阮所要爱以及所需要各种货物来交易来运送来台湾议会因为安尼，可能是因为安尼议会来调集商议，是毋是应该派一只容客船，甲即个消息以及过2-3天后会得到的消息送去巴达维亚，互总督阁下去，互伊知影。即摆就上新的即个消息啦经过售票通过决议，歹势，这应该毋是售票，可能是经过计算票数啦通过来决议，所以看因是真正是集体决策的投票决定的决议讲，因为季节风已经要过去啊所以船应该是足歹驶去巴达维亚，而且伫咧即几年以来，因已经有几若摆用即种讲了真好听的即种话来甲阮应付啦通使就是来甲阮应付但是话讲了好听，实际上拢无实现因此，除非有搁较确实可靠，而且搁较详细的即个应允而且有收到对西尼亚毋知是啥物人用书面甲即寡因所应允的代志来写来，互阮写落来根据西罗亚的来批，因已经为着即项代志，经常来和伊当面来交涉。伊是毋是讲西尼亚是啥物人？无注脚毋知你讲啥你西罗亚和西尼亚咧交涉啦针对即项代志无偌久就会寄迄个书面的承诺，就是书面的即个应允要做生意的即个代志会当会寄互阮，到迄当阵，则搁照警方来处理所以议会决议是就无随要派船送即个消息转去印尼
等较确定了后吼。并且决议讲，昨昏由船长 Clay Jensen 所带入来，伊所掠来啦，同齐掠来迄只撞客船，经过详细盘问吼，详细甲审问吼，迄只船的船长甲迄个大公啦吼，船长甲舵手吼，大公了后，因家己声称，因是伫咧旧年伫咧无通行证的情形之下，向离福州前往贵人，对贵人遐要去马尼拉，又搁对马尼拉趁即个贵方要转来即个贵人，但是伫遐装载所订买的即个货物，就是迄寡用西班牙字母标示的货物啦吼，主要是米粉、小麦啊，真正是譬如讲，船顶有即寡米粉顶头有迄个西班牙文嘛吼，主要是米粉、小麦吼，麦啊，一寡废气甲一寡灰啊，甲其他的杂碎吼，因为迄只用客船甲迄寡人拢是属伫一个西班牙人的所在，货物也大部分是西班牙人的，所以阮的细收吼，就是原收人，因此决定要甲没收，就是恁知即物件是阮的原收人的物件吼，要甲没收，留做公司处置的利益。啊，若讲去船顶迄寡私人人呢，拢是一寡善用人，留落来即间也会公司增加消费、增加负担，然后对公司无路用，因此决定要互因带着因所夹来的物件离开，海使要放掉啦吼。对上述撞客船内底所看到有120个精美的灰仔。有半圆形的含三角形的餐盘，1000个粗灰，也就是对磷油的滴啊，吼，碟子啦，小碟子个碟啊，440个有彩绘，就是有画足水的图吼，彩色的图，以及白色的粗的杯仔，杯仔是绿豆头的形。另外有40袋肉，16担面粉，66担小麦，30担未提炼的硫磺啊硫黄啊，我查者吼。黄应该是读字音啦吼，黄是白话音啦吼，但是我毋知影是安怎讲。查一下大词典，应该是硫磺啦吼，硫黄嘛应该会使啊。硫磺、硫黄拢会使吼，大词典拢有收。船顶有这30担还未提炼的硫黄吼，24个小铁鼎吼，60个空的石头水罐，另外阁有其他一寡细项物件，如清单所记载吼，清单应该是附件吼，遮无看袂到。安尼就是因去掠海贼吼，其实家己做海贼啦吼，去抢人物件吼，甲迄个西班牙人的物件抢过来吼。其实伊讲对，是即只船是本来是就是替西班牙人咧载物件吼。3月24到27吼，无特别的事，已经大部分来透南方。今仔日早起，快艇遣盘号按照决议改动用客船淡水号和打狗号出航前往平湖，要去遐修理船，并且载一寡石头转来。
3月31，时间是10:08。3月31就是28、29、30、31这4天无特别的事。这几天有几只小只容客船出航，3只去南方，1只去闽港，有2只是对希腊来，载一寡米甲杂细吼。也有一只船是对南方来。好，3月到这结束吼。过来4月。1633年4月1日，容客船归人号出航。归人号是伫个日志内底头一遍伫遮看到吼，可能是上述对西班牙人没收的迄只容客船吼，所以因去要掠海贼，家己互咱做海贼啦吼。容客船抢人的即只西班牙的船吼，容客船归人号出航前拢骗讹要去遐协助该快艇以及其他容客船。即嘛讲叫做无你甲你讲武德的啦吼，不讲武德啦吼。伊个大航海时代吼，看的是拢安尼吼。好，4月2号、3号吼，有2只容客船对希腊来，载一寡姜甲布料吼，姜甲布料，第一道看到姜的款吼，进前看拢是盐啦吼。好，4月5日，无特别的事，经常有强烈的南风，透南风啊吼。4月透南风吼，我转台湾的时阵去满园找我同创的开讲啊，阮庄下所在吼，迄大门拢开嘛，你死啊！所以透南风，所以涂骹会澹，所以阮咧暗暝就讲，甲门关起来，较袂涂骹澹落安尼吼。就是即当阵嘛，4月吼，所以伫台湾你看即当阵就是透南风，涂骹澹落吼。可能恁住伫个都市或者是大楼公寓啥吼，较无迄种感觉吼。真正迄南风来时阵，涂骹澹落。阮同学讲，因较早因咧涂骹是涂的吼，就是地板是无空起来，就是涂的。啊，平常时是逐个定扣扣吼，但是透南风的时阵，迄是会伤啊吼，你就知影偌澹。OK， 4月6日，西诺亚的因兄弟出航。因兄弟是啥物意思？就是大细线吗？大细线逐个听有无？就是比如讲2个姊妹仔的先生，就叫做大细线。有另外一个正式的叫做大细线，我煞袂记啊。但是我自细汉听大细线，这是都会记。另外一个词我查看卖小学起来一下吼，讲起来实在是麻烦吼。就是迄种称呼安尼遮济拢无共，这是伫倒位？用台语大书店查看卖。敢有人闹话？哎呦，无呢。导游部的美术店有收。有收大细线，有另外一个正式的称呼啦，我煞袂记。真正无。我看卖找着的。
拢无呢。好，歹势想着再甲各位讲吼。好，是努爷因兄弟出航，带着阮伫个顶个月23日所收到一罐以及是努爷的批复函，就是回批啦吼。转去厦门4月9日7八九，无特别的事，经常有强烈的南风，有时会落雨吼。4月10日透北风。4月10日，有2只洋客船对南方来，7只对西那来，其中有1只是本地奥克，一只是本地奥克的，然后这是一个西那生理人吼，另外一只是西尼亚吼，西尼亚顶进前一篇有讲到吼，应该是咱另外一个生理人吼，再有背至10担的青丝，一寡丝货，一寡灰仔、面环、糖以及其他的粗货吼。这是对西那来船吼所在的物件吼，一般咱看着差不多是一寡即种物件啦吼。4月12日，有2只洋客船出航前往西那，又搁有一只去芒港，一只去蒞林。下晡岩白仔的兄弟该同几个生理人对安海来到即个所在。运来差不多30担的青丝、一寡姜以及其他的细项物件。即只洋客船也早来西努爷和华商，就是西那生理人本地奥克对厦门所寄来的批，内容和进前所接到的消息一致吼。什么消息呢？就是礼部对关系和荷兰人交易的决定的消息吼。4月14日，13、14有北风。今仔日洋客船打到号对片湖载石头，转来到厝地停泊。即只船有早随快艇牵盘号甲公司的洋客船去片湖修理船的商务员哈肯当会报过来。即只船有早报过来吼。迄只公司的洋客船伫个导航的途中，因为强风，所以船头的车桅完全压制去吼，落落来吼，风伤透。4月15。4月15嘛记较长日数，按看。下晡有一只洋客船对日本来到厝地停泊，是伫个11天前对Nagasaki出航，载有300担的糖，2-3千两银。顶头载有40个西那人，对该船的船长来得悉，来知影讲有2只洋客船含因同齐对遐出航要来台湾，其中一只是属伫三县下，三县是公司的运枪，因为出口日本武器，伫个1634年含伊的两个后生去用电死。三县是公司的运枪。据悉，就是根据所了解吼，即只洋客船的资金差不多有2万两银，以及300担的糖，另外一只估计有4-5千两银，以及一寡糖。今仔日议长阁下含议会来决议，迄寡差不多有40担的青丝，为着要等下吼，这先人个好，40担的青丝要以146到200里的价数收买，
如果毋肯伊搁较介绍来卖啊吼，意思就是讲，因会用即个介绍来卖迄40大青丝。咱来看者，伊用即个挂号所写的讲，为着要尽各种办法来制止迄寡日本的支那人进行交易，互因失望，互因挫折吼，挫折即是空珠杯啦吼，挫折 frustrated， 台语要安怎讲？等下查者吼，伊伫延误而不上来处理交易，为着要想办法莫互因来啦吼，所以要互公司的资金会当尽量买着所需求的商品，特别是要运往日本的商品。假以使公司伫个日本所遭受的超大的损失甲痛苦会当获得减轻甲宽慰。这是啥物做法？拢来看无吼？啥物操作法？看无？意思讲无爱互因日本的支那人去进行交易，互因无爱互因来处理交易。好，好啦，伊安尼讲，咱就安尼信啦。无我实在毋知安尼为虾米安尼做，就是会当互因伫日本的损失当较减轻。好，因为所以因又搁决议，因为经常发现日本的支那人以及处地居民，拢常常炸各种的枪和武器来台湾吼，主要会有日本的以及支那的大岛，要卖互即个岛屿的居民以及其他的人吼，或者是交换，或者是赠送，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要交互因。因此呢，互迄寡伫个即沿海一带咧抢劫的人，会当武装起来，互迄寡为非作歹的歹徒会当搁较凶暴横行横行起来。因此决定要禁止无论任何国家的人民、任何状况，拢不得以任何的枪、武器和台湾当地的居民或者是支那人来交换落皮或者是任何的物件，或者是以赠送等等的方式来交因。违反者毋若要没收所卖的物件以及所交付的武器，而且爱阁罚款。第一次25里尔，第二次特别依照情况的严重性提高罚款。好，意思就是荷兰人无爱互就是要维持治安啦，无爱互人家己举枪啦吼。OK， 这就是美国人为虾米美国人民坚持要家己爱有举枪的权利的原因嘛吼，因才有法度通反抗政府嘛。荷兰人你足明显的，我无爱互你举枪，但是我爱互你起来互我反对，互我作对嘛吼。好，咱来查学一下台语吼，挫折，我看。embrace 是挫折吼，挫折。搭卡，动顿顿底，顿底吼会使安尼用哦。这是台华线顶词典啊，参考一下吼。无一定介准吼。跋倒、吊搭，
伊台语即搁较无参考价值啦。好，来看一个啊，大理大书店，有安尼书。frustration 这台语无这足奇怪吼。好，原作半途终止，叫做后线无话，后线无话。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后线无话。触及或者是拍机器吼，叫做就是机器。另外一个是失势，失去生命啦吼，失势，失势是会使啦吼。我用下英书店查看觅吼。为什么找无？遮。无。用 frustrate F R U S T R A T E frustrate frustrate 打岔。破喙残，拍败。啊，搁转来看大字典吼，打岔，打岔 ，T A N N 第二声叉 C H H A 第二声。你若袂晓白话字，就是你袂晓即种罗马拼音的写法吼，其实足麻烦的，就是你要查词典。你拢无迄个材料查嘛吼，啊，除非你去用查迄个啥物录音补感迄种，其实你袂晓，真正足费气的，你无法度通查词典字典吼，所以应该爱学啦吼，台语罗马字绝对是爱学啦吼。打岔，打岔，歹势，打岔，第三声。打岔。差错无一致，妨害人，互人麻烦，叫做打岔。差错无一致，咱看例句有出入少有打岔，或者是身躯倒一位倒一位仔有打岔吼，有差错啦吼。出入少有打岔，打岔就是差错，出入。少有打岔，就是少有说毋对的所在，或者是对袂起来的所在吼，打岔。你若做算伫公司咧换销的人吼，就会晓安尼讲吼，小打岔。对我来讲诚有路用啦吼，我伫咧我就会用会着吼。小打岔，迄个身躯倒一所在无拄好吼，身躯倒一位有打岔。敢有啥物打岔才袂得来？敢有啥物无拄好才无法度通来？吼，这是第二是妨害人，互人麻烦吼。伊不时要来甲我打岔，你毋通来打岔吼。但是这和 frustrate 无关系啊。为虾米会叫你打岔？好，咱搁继续看咧吼。10.28分啊吼。破喙残。破喙残，我看破喙残，我查喙残就好吼 ，C H H U I 喙残 C H A M 第五声，
无喙站敢有？无即个词，站是啥物意思？无即个字，破喙站嘛无看着，拍败 ，frustrate 拍败。我搁查另外一个词，frustration，T-I-O-N， 无 frustrated，T-E-D， 嘛无。即种心理上即种抽象的词啦吼，甲你大出点无？好，另外一个字是违违反者吼。违反的违啦吼，我查一下。读个违吼 ，OK， 无毋对。好，10:30啦咱今仔日即篇读无了，有啦有读煞啦吼，只是我咧看一寡字吼。好，即篇主要是讲公司决定嘛吼，恁外口人莫凊彩吼，穿着要卖入来台湾吼。我以后排管吼。好，4月15日咱今仔算读煞啦吼，10:30。明仔载咱来继续读吼，读4月1633年。好，芭比敢有啥物要补充，还是有啥物要特别讲的？拄则迄挫折都有找着。哦，雷奇吼，雷奇。嘿，哦 ，OK， 雷奇对，嘿，雷奇对，嘿，雷奇是对的，嘿。还有讨情那个什么兄弟的妻子那个，嘿，当连金嘛，对。当门啊，这样。当西是左里，当门是连金。好 ，OK， 大细线嘿，大细线吼 ，OK 好。应该就是大细线啦，我即摆，你拢毋捌听过吼。对啊。这是这要安怎讲？这是咱语言内底，就是对希腊来迄种文化内底，就是迄种讲起来，就是儒家文化所传来。儒家足重视即寡，就是伫咧即种物件顶头做足侪诱路的工课嘛，就是迄个啥物长幼有序，无就是迄个做，你无像讲。西洋人就是mother in law、father in law brother in law 安尼拢包做伙啊吼。迄个 brothers 或者 sister in law 安尼，特别分甲遮复杂安尼你儒家应该是对儒家即种所识来即寡规矩啊，称呼着分甲安尼足复杂的吼。我是感觉安尼实在是，我是无认同啦。我认为。brother in law 安尼就好啊吼，分甲遮侪，好但无法度啊，因为你语言都已经安尼啊吼，即要改变我看足困难的。好啦，安尼咱今仔日到遮，咱开放吼，感谢各位，祝各位今仔日平安顺遂。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